真係啱晒你一家四口一齊着，夠晒有型啦啩！哇，又有特別版啊，衝啊！今次嘅特別版呢，就係呢個 Simpson 同 Family Mart 推出嘅聯乘產品啊！咁首先呢，呢度係有一件衛衣嘅，衛衣呢，年稅價格3990日圓啊，有中碼同大碼兩款。然後仲有一個好得意嘅抹手巾啊，其實佢有條帶喺上面嘅，可以掛住一個門鎖嘅位置啦。呢個呢，2000日圓。然後重頭戲就係呢對襪啦，Simpson嘅配色600日圓。今次最特別嘅地方係呢，佢除咗有最大呢個 size 之外啦，係仲有4個 size 嘅。真係啱晒你一家四口一齊着，夠晒有型啦啩！但係補充翻啊，呢對特別版係比一般係貴少少嘅，連埋稅嘅價錢係600日圓，因為其實普通版嘅價錢咧係429日圓嘅啫。終於都買到呢對襪啦，我自己都行咗5-6間 Family Mart 先至真係有貨。咁所以如果你哋中意呢對襪嚟到見到嘅話咧，都可以買對玩下啦。咁但係如果中意嘅話咧，都唔好買太多，留翻啲貨俾其他人買下，下次再講。